来看中华电信今仔透早系统各样，手机是拢卡袂通，29嘛卡袂出去哦。伫早起6点才豆豆恢复正常。中华电信是表示讲，这是因为因行动网络系统软体伫升级哦，造成信号无稳定，也毋过连面就正常咯。电信系统若无通，生活真无方便。中华电信透早开始系统出问题，全台湾民众的手机拢无法度通讯，就连边的护理站值班台拢联络困难，可能造成医生接袂到护理站的紧急通知。希望电信业者爱维持特定区域的信号稳定。在护理站在半夜一直不断的重开手机都一直没办法接通外面的讯号，都打不出去。后来透过赖讯息跟护理站才完成一个比较有流畅的接通。若是边联络有困难，民众若是要卡119或者是110报案也卡袂通，所以消人员建议会当改卡112紧急救援专线，被报案市0会转接到110。需要救助市9会转接到119，若是无市系统会自动转到119。发现说中华电信的这个手机的行动门号的用户，他没办法正常拨打119进线，同仁也立即去做一个测试，就是发现他没有办法正常的通话，应该不仅限于119。经过抢修系统，伫个早起6点了已经恢复正常。中华电信讲，因为行动网络系统软体承办作业出问题，才会造成手机卡袂通。也强调，若是用户也是无法度用手机会当把手机切到飞行模式，搁再切转来行动模式，或者是关起来再搁开启，才能恢复正常。升级的时候，那很可能就会发生说有一些不可预期的一些原因，因为我们在测试环境的时候，其实可能在怎么测试来讲，那这个还跟现实的环境里面还是有一些落差。治安专家讲，正在行动网络系统较复杂，伫咧做软体升级或者是更新时阵，就可能发生无法度预测的情形，所以定定拢会经伫咧透早进行，减少对用户的影响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